今仔日是国际反毒日，食药署公布今年头一季验到滥用药物的案例是比去年还佫较侪，而且验到同一个时间有食几啊种毒品的人是愈来愈侪。有医师就警告，几啊种毒品南做伙食是真危险，甚至会中毒死亡。 新型的毒品是愈来愈多，有一寡个毒品加装真多咖啡包，也佫有小型的软糖，甚至缀上疫情，印着清关一回利样，就是为了吸引青少年好奇心来食。大概17、18岁，那这样的青少年，他在使用这个毒品的部分多半都是以这个咖啡包为主。它的毒品里面可能有包含了兴奋剂，例如说像是安非他命啊或卡西酮这类是兴奋剂。 韩国卫福部食药署统计，今年头一季国内药物乱用药液的检体有19000外件，用成率是32%，比去年同期增加2.8%。其中，如果以甲基安非他命的用成率上悬，占8%，佮再来是凯他命有2.7%。特别注意的是，混合式毒品愈来愈多，比如同时验出莫非、可泰因，也有甲基安非他命有475件。医师讲，多种毒品滥用，真可能中毒死亡。 常见的就是像容易会有这个疑心被害感，情绪非常的烦躁、暴躁，甚至会有幻听、幻觉，然后这个心跳加速，心律不整。那如果有这个状况呢，其实是要赶快到这个急诊室就医的。医师讲，毒品食调咧是种脑部慢性疾病，而且会复发。所以讲，北市联医甲宗教团体合作办理家属支持团体，第一阶段会协助毒品食调的人3个月内完全停用，达到早期的缓解。那继续1年无搁再使用，就再进入第2阶段的缓解期，让毒品食调的人会慢慢减少对毒品的依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